讲到最近的天气是明显有较凉冷，尤其是中南部早甲暗的温度会差真济，有慢性病甲心血管病的民众，尤其是要注意。另外，还有呼吸道疾病嘛，当要流行。医师团体是呼吁讲，这的高风险族群都要赶紧来做预防针。天气反凉，台北拜三透早上气温19.5度，是入秋以来头摆无到20度。气象署估计拜四透早气温可能会阁略较低一寡。今明2天可能在北部、东北部是会比较凉一点的，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，早晚也是要注意是偏凉的情形。气象署讲，这几天尤其中南部早暗温差会较大。国健署就提醒，心血管疾病三高患者各有时大，因为身躯调节温度的功能较歹，就要穿发烧，避免温度变化致出高血压、心肌塔等等心血管疾病。是你在外出的时候要穿那个多层式的穿搭。那什么叫多层式的穿搭？比如说你内层呢，你就是用那个保湿，然后吸汗的；那中层呢就是保暖；那如果是外层呢，就防风。另外，秋冬也是呼吸道疾病开始流行的时期。疾管署估计，到新正进前是流感、新冠肺炎的流行期。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指出，去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有8962人，其中65岁以上时代占89%。医学会呼吁时代慢性病等等脆弱族群，赶紧去做预防针。60几岁的人的长者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有很多疾病的这些人，原来有肿瘤的人，原来有慢性肺病的人，原来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都是各式各样感染的高风险族群。国健署提醒，若要避免心血管疾病，平常时要保持运动的惯势，困眠嘛要有够，食食嘛莫伤油、伤重咸。时大各个风险族群也常常出现头晕、心脏扑扑彩，也是疑似中风、心肌塔的症状，就要提高警戒，有必要赶紧打119寻求帮助。记者王永兴台北报道。